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暗，暗就是无光明、无光的意思。另外，无光明的步数，咱就讲暗步。另外，若是书卡的较秘密的，咱讲是暗号。若算一枚单位，咱讲一暗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是钱互人车去，会当讲是钱互人暗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暗步代表无光明，头来暗去的步数。第二个词就要读做暗散，是咧讲一个所在，互人感觉足凄惨、无爽快。若是暗散病，就代表无爱互人知影的镜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为了交这女朋友，就要用暗步载人去一个暗散的所在，害人心肝内胆胆。落尾手赶紧卡手机啊，叫因老爸来甲伊载倒转去，这声一定交无啊！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暗提供予大家参考。